一摆来参加这个录影，足紧张的呢。足紧张，我嘛是呢，我嘛是。歹势，真歹势，头壳冇咧烧啊！你摸我咧烧，那你哪摸袂着？了无使，你甲我斗了。我甲你斗相共吼，我安尼，规个拢舒服起来。有救着点了。有，对，好舒服。搁有吗？无啊，莫闹啊啦，莫闹啊！今仔日吼，足紧张的啦。足紧张，我知啊，你拄啊，几个人拢怪怪的。对，因为今仔日阮师傅要来啦。你师傅就是咱的国宝国咧。宝啦，哎呦，今仔日甲伊请来咱现场啊！你会使请出来正经啊，咱有甲咱组队，加强士气的，嘿啊，来宾的对吧？来宾咱的好朋友回娘家的，欢迎阿德。阿德哦，哇，真久无看，哎，欢迎，好，大家好，我今日蹲后头，对后头啦，后下那个，我最近有听你的 podcast， 嘿是，哦，讲了足好听的呢，遐受访者啦，来宾厉害啦，无，你真正喙足好的。跟咱的主题嘛有关系，你有访问过？是，像迄个大师，江中戏的国宝陈锡凤老师，就是李天禄的囝，啊，还有咖喱生呢，就是伊是林金莲老师嘛，是拢国宝顶级的，真正是就荣幸咩，足荣幸的，足荣幸的，是啊，啊，咱海导览先生今仔嘛足荣幸的，对，到底是啥物重量级的国宝呢？要来海导览先生，交互咱的康慧伴沙弟妹来介绍。大家好，我山猪妹。我本人嘛最爱看戏的哦，尤其是迄种扒来扒去的8点档，我上介意看。啊，咱今仔是要看什么戏呢？即马就先来看 VCR。拿了一颗毒苹果，公主有救了！哦，隔壁的城堡里面就有一位王子。众仙来配合，击银万强歌。对，今仔要来大车拼的，就是布袋戏甲皮胶戏哦。啊，这两种戏是要安怎播，才会当互迄翁仔看起来活跳跳。即马就要来欢迎导览先生来甲咱讲啊哦。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就是对西礼来的布袋戏大师张仁良老师。啊，西来啊！哎，西了啊！欢迎光临。老师做布袋戏已经做要一家子啊。是。除了甲布袋戏伫台湾搬，你阁甲布袋戏早去外国搬，互外国人看。是。互外国人知影咱布袋戏足牛的啊，袂输因的安娜贝尔啦。哦，袂对哦，咱的布袋戏阁会晓拍练道呢，真的有够厉害的。老师请坐。好，谢谢。再来第二位啊，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就是国宝级的少年团长张信宏老师。老师你好。好，山猪妹好，大家好。是安怎我会讲伊是国宝级的？因为咱台湾的皮胶戏啊，敢若剩3团。哦。啊，老师是这3团的团长内底同少年的。对。啊，别人10岁啊，搁跍伫涂骹咧酸胶遐，你10岁就缀阿公咧创治皮胶啊。是。伊毋若创治皮胶哦，搁替皮胶找到新路。啊，到底是啥物路？今日就要来听老师带咱去迄条路啊哦。好，老师请坐。欢迎，好。
这个姜老师吼，是我进前我拍一部戏，真紧张。足紧张吼，老师来我足紧张咧，就是吼我拍戏，啊伫咧布袋，啊拍一出吼，甲这个布袋戏有关系。哦，你伫布袋拍布袋戏。对，啊请着老师来甲我教，哦，啊老师足够教的，但是我足含慢学是你的先不会啊的，算真的，真的。伊表现的安那？伊伫咧几分钟内底，短几分钟，伊就法度将一个骹步手路学起来，这是事实。而且咧，还有一项天生的演员，毋是造成，毋是家己造成的，是大家承认出来。中到讲行足悬吼。老师，恁兜吼演这个布袋戏几年啊？啊，其实若要讲起来，对于我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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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到即阵我已经第6代，第6代，已经100甲今年198年，用要200年啊！用要200年啊！过来传到已经第7代学生甲后生，已经也出来表演。即摆第8代嘛出世啊，3岁、4岁、8岁，已经开始咧甲因培养啊。是。咱主要拢伫庙前对无？是古早是拢咧庙前，所以讲庙口是咱的嘉年华所在。哦，真的咧，台式的嘉年华。是。但是为这个庙口，咱行向国际去。是在1982、1983开始，一直到即阵去日本，敢若日本都已经去36摆啊。啊，那其他国家迄度来讲，就是欧洲、美洲，搁澳洲，原来拢去巡回过。是。你有一道去一个国家，啊，你演煞了，咱的国旗站遐伊拢一直甲伊升咧有无？哦，你实在我真高，嘿，带动我的情绪啦，这是足感动的。足感动的，足感动。因为一个国家来讲，因为翁仔布袋戏文化的表演，并无法度做偌大的力量，但是迄摆整个规个画面，甲迄当时的感想，完全拢无共款。迄是倒一个国家？伫咧爱尔兰表演，伊这个表演的所在是一个港口，要通往英国的港口，重要的港口，户外的。哦，伫外口。伫外口。啊，因为咱台湾真难得有迄个机会到现场去表演。当时咱这个大赛陈明正大使，甲要求讲，咱的国旗台湾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会使甲升起哩无？伊讲无问题。等恁做煞，就要甲恁降落来。然后演煞了后，这个港务局局长看了足感动的。伊足感动了后，伊才甲大赛讲一句话，讲：恁的台湾的国旗永永远远拢甲你升咧遮。哇！足感动的啦，足感动。伫遐尼远的所在，看到咱台湾的国旗安尼升起来，这是台湾之光呢。啊，这边是198栋啊。咱阿宏老师是18岁，18岁，98岁对18岁少年嘛。你几岁啊？我今年差不多36、7。36、加一杯尔啦。哦，就做团长啊。是。啊，来到你遮第几代？即摆英雄拢呢传到我手领带是第5代。哇！阮集团大概伫189几年迄时阵左右成立，然后成立至今到今嘛，到我第5代。啊嘛120、130年啊咧，所以你几岁开始学？我伫国小3年级的10岁开始。10岁开始学。开始学后场的锣鼓。然后慢慢啊学，慢慢啊练到30岁，才来正式来接主演这个位置。你学20年才有法度上台表演。这段时间咱拢是咧做冲刺嘛，为着要充实家己嘛。咱毋是讲学师啊3年4个月啊以前啊。20年呢？你不能5、6倍呢？老师，我有问题，这个角色的 pose 哪会遮奇怪？一面尔呢？安尼，敢若西。咱配合戏啊，伊是属于平面的、2D 的一种文化艺术，所以呢，咱伫正面咧看的时，你会看到伊单一粒目睭尔，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伊是侧脸。侧面的关系。因为阮咧举红的，通常阮的手拢会举那个放伫差不多腰的所在。咱人咧行路啊，咱敢有可能2只手真啊举安尼咧行？你足奇怪，迄是丧尸吧？所以咧，咱爱想讲红的成人，
咱人有啥物动作，翁仔伊就有啥物动作。对。你安尼讲，我想到迄时阵。一开始我摕着布袋戏有无？我就讲哇，今仔来遮欢喜来到这个所在。老师讲你安尼演是会使，但是吼淡薄仔失格。失格。翁仔咧是要配合这个人的动作，是。然后这个动作要安尼去分解，就是对关节。然后你也看手、头，爱有颠动。你看。足油哦，伊头，然后伊的关节、手腕，好，过来思考。你若是讲话人安尼，安尼就叫做破功。安尼叫做破功。好，来。就熬咧，就熬。这一出手就知有啊无啊。你都安尼讲地袂敬你。对，安尼咱差不多爱来倒咱。差不多啊。太精彩，我开场开遮久对，啊无咱。请列老师。老师。师爷。不敢动，不敢动。好，来，有请。这手咧动作较少可以。哎呦，卡住。就3八咧。袂洗圆箍啊！老师，你会较水呢？咱你拢袂起来。起来咯，起来咯！歪。金刀魂。哇！爬练到，哎呦，飞天正地啦！哎叔，够啊！哎，这变魔术，哎呦，哇！有请，来，有请。嗨，大家好，我是西丽新兴歌掌中集团张任良，今仔日要来为各位导览这个布袋戏。来看戏咯！这个布袋戏是真有学问，戏剧内底咧完全进入一个时空无共款的时空，会当互大家来了解。来，咱请看这个影片，这部。有。叫甲哇！搁再来，咱这个会用表演这个曲艺，曲艺咧就是咱这杂耍。好，那么困难的中途咧，这个中间是差咧2只手要操纵2000人啊，做无同款的动作。如果来2只手来操纵1000人啊，那较简单耍。哇！谢谢。所以这布袋戏会吸引人的原因，除了剧情以外，搁再来就是要有创新。创新的像阮咧排编剧内底，阮就将这个东方《西游记》甲这个西方的白雪公主合作伙。这出戏已经请到日本去啊，日本的邀请。演过的对吧？所以讲当时咱这个想法就是讲，要安怎吸引布袋戏，互更侪人。更加侪观众，搁再来用布袋戏咧真单纯，翁也无大身，差不多大概伫咧24公分至30公分左右。咱只看这个画面内底，会当看到无同款的面谱。那么简单来一个介绍，就是讲要安怎去认识这个布袋戏的角色。伊的面谱真重要，就是讲，看起来这阵内底，你也看伊的面真清气，无拍线，无牵线，无拍底。那么咱一般来讲叫做生。那么，搁再来就是大，所有的女性，咱拢叫做大。搁来就精，那其实精呢是脸上最不干净。简单来认识就是安尼。大部分来讲拢是武功、武将、将官级。好，搁来，这就是末咧就是先进入了老年以后啊，长喙手啊，行路啊较无共款啊。其实京剧人戏内底并无这个末这个角色，是咱布袋戏内底甲分较有。
分开以后内底就变成公末，哎，就生旦净末。啊，这跳咧，啊，就是咱即摆咧讲叫做花花公子型，伊的动作比较插科打诨，较笑亏。佮再来布袋戏内底，到尾一寡角色无法度通摆入去，就是讲，比如讲真特殊的猪八戒、孙悟空、牛虻、牛头、马面、神仙怪佛，这毋知要规个进前这5类的倒一类，我唔是，无法度，所以加一个杂，十回十，嘿，十回十，所以咧，今日就代表性就咱齐天大圣孙悟空。好，咱讲这传统布袋戏，伫咧500年前咧，伫咧唐朝末期的，就已经产生。毋过传入台湾，伫咧差不多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那到民国42年，因为台湾这个经过演变，农业社会的消遣无共款啦。你的娱乐内底，你比如讲较演就是汉东宋遐故事。有个人看到尾感觉讲，这大概就是安尼，歌仔戏嘛是安尼。好，然后我的老爸张仁碧，甲这个白戏先生吴天来创作咱属于台湾本土的布袋戏，叫做金光戏。嘿，这些人啊，就45公分悬啊。那么中央即阵呢，就是咱这个金光戏的开始元祖，叫做大劫必错翁。你也知哦？知，我你讲叫啥？大劫必错翁。厉害厉害！出名眼前即阵呢，伫咧咱这个10189人咧展览，这个金光戏内底并毋是演这个历史故事，就是新创的新编的故事。伊重于啥物？重斗智、斗力、斗力、斗法宝、斗武功，甚至伊的气功。所以讲这江方气功就是对遐出来。咱咧讲这个戏真含，毋过愈含愈有人要看。当时咧造成爆满。一张票，伫咧迄阵阳春面就我1块，一张票2块半，客满卖到10几张，所以讲迄阵的热调，应该讲伊的观众愈来愈侪，才有法度通喺度。好，讲到这阵，咱这布袋演变，因为有金光戏，伫咧42年开始，一直到59年，电视台开始咧做布袋戏，不过演了无讲真普遍化。尾啊，这个黄俊阳老师就将这个苏彦文带入这个电视来演出，迄阵造成全台湾一个应该讲轰动，所以讲布袋戏也因为讲有金光戏，才有电视布袋戏，伊的延续，对。话佫讲到转来，要安怎去叮当？那么，即马就要来请烟斗先生出来啊啦！哎呦，烟斗阿长，透早的耗子哥，好，照常移走。好，伊掀开门帘啊。好，经衣冠。经衣冠。诗书仪公托。金果树多地，富贵皆有命，荣华自有时。少人生苦命万辛，待我望尽书言，倾托诗书圣言，照常移走。开心。你较少听咧哦。谢谢。哇！太厉害了。好，咱请浩子哥来上台来操作这阵。你叫我？你是验收，现在要验收啊！徒弟够。哦。来，掌声欢迎。这辛苦紧张啊！哎呀！今仔日阮老师来，害我安尼带咧，其实我嘛带咧等。头壳摸咧烧，啊无我甲家己立起来好啊！掌声好咧！再见，再见。其实伊安尼将伊要讲的话，已经将动作表现出来。是。比如讲压面，比如讲摇头，比如讲害手，伊都已经表现出来。这叫做天才。
哇！你莫讲我感觉就见笑。因为有法度照这个戏剧咧行，原则上应该讲故事咧行，这就是一个演员。对，好，那么讲到这的时阵，生呢是大段，那么有一种就咱都咧讲插科打诨，较活泼性的，也就是讲伊的比较上在戏出内底三小戏内底算跳，那三小戏就是小生、小跳、小段。这三小戏咧，一般来讲这三个角色真重要。对，就是下晡的耗子哥要出现啦，这个恁小舅的好来啊啦，好，来，透早先转去。嘿嘿，来了。哎呀，哎呦，卡紧。就三八的。有地万贯千户家，绫罗绸缎身上衫，山珍海味无稀罕，珍珠美乐拢无差。恁大家捌我无？我姓曲，名叫做曲梦社，好野人就对啦，人拢讲叫阿社。今仔日咧，关小妹来去公园影影看光景，合国看水查某囡仔，来去哦！水走水走苗来啊！马上。那三小戏内底这个小段角非常重要。比如讲咱爱先认识，就是讲古早人说三寸金莲，白卡，所以咧。伊咧行路就无法度安尼行，无法度大步行，一定爱细步。等于是咱正常人一步伊两步的意思。好，所以咧行路变小碎步。好，来哩。爱大大点。好，出门呢就梳妆打扮。哇！今摆咧热头灯，哇，这有厉害手指不行。哇，还佫甲翕后边，哇！派我来找我的家家搭配。厉害！哎呦，佳佳来啊啦！来，佳佳来啊！佳佳来啊！我头一摆懵呢。你唔捌摸过？唔捌请过人啊？唔捌。啊？哦，你热头摸者，你热头摸者。热头摸。厉害你！回头摸拢拍㗎啦！无简单呢，我叫袂着。安尼。哎哦，哎！谢谢大家，谢谢。厉害！出无简单呢。嘿，主要你爱我看共款历史，伊这头甲手，伊就法度配这个故事，是要讲的剧情咧行。佫说来，主要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古早咧讲学师啊，拄仔有讲过，讲做3年4个月。真正古早真正咧学师是安尼。老师咧安怎教，叫你豆豆看。看到1年过了后，才来开始开破。来，咱即摆就来进入1年以后啊。迄有穿衫拢看袂着啦，这无穿衫就拢看有啊啦。来，咧甲各位介绍全世界第一尊，这些人也伫遮。全世界第一尊，伫咧民国72年，我的家父张仁碧要甲这李天禄老先生到法国去教布袋戏，然后咧，当时因为这个语言的关系，所以想办法，到尾我老爸老母就去研究出来，做成这透明红啊。好，真简单来讲，咱这个红啊咧，手来讲，记载食指啦吼，记载伫咧阿妈滚讲内底。好，大拇公、大姑母。伫咧咱内侧，靠近我们身体叫内侧，
好，咱的手伸做安尼啊。好，其他3支镜头啊，控制外口一面，啊，安尼看真清楚对吧？对啊。但是你讲话绝对唔是安尼。你来看，你无形中这个记载会变做去白掉咧，因为头要叮当，你就会叮当。安尼其实唔对。这大母讲大姑母无囥咧遮，囥伫倒位？囥伫咧内底耳孔下较老的阿嬷滚讲的所在。好，那么这中指第2目挖伫咧外口耳仔落来所在。好，伊就安尼就叮当啊。厉害，嘿！对。好，毋是干安尼叫做颔棍也无啥物爽快。好，就是爱有一个角度，所以你讲话伊迄个表情甲迄个涵养，伊就会表达出来。搁再来，红啊命来平身，相互转，你来看哦，毋是安尼。注意看咯，这就是进入1年半了后，老师才有教的这个动作。这3支镜头爱收起来，然后这个大母讲呢，爱囥在这所在，天开变轨。好，帮忙，那就是由内往外转，嘿，啊，然后再由外往内回来。哦。好，啊，过来，咱咧讲会当轻功一寡这个神仙怪物，你有轻功，就是安尼。哇。好，它是上下拍动。上下拍动。好，来预备，开始。上下拍动，上下。唔免10秒，唔免15秒，绝对有法度。哇！是。老师一架都有啊。所以讲，这布袋伊好耍的所在就伫遮。我家己头，好，过来，咱拄仔咧画面上即摆看到就是讲有一个叫做曲艺表演曲艺内底就是早刷人碗盘嘛吼。有个人讲啊，这练偌久咧，无可能随时会晓。啊，你放心，今仔在遮伫这遮。因为耗子的关系呢，啊，伊有讲一个，会当教就尽量教，啊，所以咧，我今仔日也有准备来。走哪杯来啊啦？今天老师杯啊！哪咧教这拢无咧唱歌的啦，无咧唱歌。好，那么布袋安啊摕来了后，你来看吼，这个代表迄个盘啦吼，因为有诶摕盘啊，互人一般唔敢用，惊去摔破对吧？咱来用这八角巾来代替来，你看觅，来你嘛摕着了后，用药的即摆来讲就是这个尾色圆箍啊。起来！老师，你也较水呢，咱你拢袂起来，起来咯，起来歪，阮拢歪呢，啊歪，哎，人较大。我来讲天才，就现在无困难啦吼。足趣味的呢。啊，讲到这咧，咱来讲一个简单来讲吼，布袋戏咧表演嘛，毋是讲用嘴讲了，以外还佫有一个叫做画面。会当产生更较好看就是。叫阮师兄要出来啊！哎呦，阮师兄啦。哦，什么风？啊，简单来做一个讲天魂驾雾，来金刀魂。哇，冰心。哎呦，哎呀，哇！走哪的杯嘞？呵！哎呦喂！爬连道！来到这所在已经火昏动，我的师傅被红爱儿掠去，我赶紧来救我的师傅。来啊！救师傅，紧救！哎呀，要烧阵啦！红孩儿啊，赶紧来将我的师傅放出来，嘿嘿，我若唔呢，若唔食，唔通怪我大人求囡仔，安尼好，看我的火箭枪，好。哎呦！哎呦，飞天正地啦！哎叔，高啊！这魔术，哎呦，哇！哎叔。哎呦！已经大战3爆回合，不幸胜败。要知结果如何，且看下回分解。谢谢。
太精彩了！真正赚到，赚到，赚到！嘿啊，看个爽呢！拄只迄种功夫呢，过一摆，过一摆。 48分钟啊啦，嘿啦，爱来人教啊啦，会教戏啊啦，好不好？好，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呛。好，我来看陪教戏咯。阿洪老师，阿洪老师有请。 这是我的阿伯张兴国老师伊所调节的。若是无小心啊，甲伊踢断去啊，要安怎？啊，无小心你就顶来啊！啊？哦。要哪行路呢？跳起来，放落。哦。哎，啊，美人呢？美人伊就安尼美，哎，那讲起啊，咱要哪转身呢？来射过红啊头，射过来，伊就滑过来啦。哦，发生什么代志？射过头。你的手倒前咯，你现在变来咧，有道理。好，我来看陪教戏咯。阿洪老师，阿洪老师有请。大家好，我是英雄乐培的团的张信宏。今仔日呢，真英雄要来带大家来熟悉咱台湾的传统皮影戏。做回来，来去。皮影戏，嘛是有人讲叫做皮胶戏。啊，为什么叫做皮胶戏呢？来，咱来看一个影片。因为咱咧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吼，咱的红啊，有当时啊，足成亲像狗共款，会安尼飞天撞地，吼啊，所以叫做皮胶戏。咱大家敢有看到遐幕中有一块白幕，啊，我的下骹呢是电火。电火光来照着皮啊迄红啊的影，然后由伊的影来透过迄块白幕表演出来的一种文化艺术，就叫做皮影戏。啊，咱台湾的皮影戏哦，相传是郑成功的时代传入台湾，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沿海一带的城市，较有这个皮影戏的足迹。啊，你像我带好来自高雄、美德哦的皮影戏集团。民国40、50年迄个时阵的是，一个美德乡内底就有7、8团的皮影戏集团啊。但是呢，即马时代进步，然后演变，无传承的无传承，卖到即马，阮带剩美德唯一一团的皮影集团，就是阮。嘿，啊，我传承到我即马已经是第5代咯。OK， 啊来呢，咱搁来线来甲看到，就是头仔阮皮影戏啊，其实嘛甲咱钟老师的布袋戏，哦是拢差不多大同小异。我嘛是有生旦净末丑这5大角色。啊，头仔咱钟老师已经介绍了非常的精彩啊。所以呢，我甲这段咱就甲跳过。啊来，搁再来啊，有一个较稀奇的所在啊，就是因为咱台湾的传统皮影戏红啊，你伫外口面无当买。那无当买面啊，咱只要家己做，无唔对。啊，要哪做呢？来，皮影戏。第一，你甲想皮，咱是用什么皮？低皮。低皮通常拢是迄小吃店内底有，迄卤味卤呀，卤料也无够用。什么皮？牛皮是吧？牛皮哦。对，咱台湾的皮影戏，伊是用牛皮。为什么呢？哦，这爱讲到咱台湾，他拄则追溯到咱他拄则的发展史呀，哦，咱的发展史。因为迄当时皮影戏传入台湾的时阵，咱台湾是农业时代。那农业时代呢，咱牛非常的多，有赤牛，嘛有水牛，啊，拢会当用。哦，那么要哪来做这个皮影戏呢？好，首先就简单，咱甲想要爱的图样画伫这张牛皮顶悬。哦，画起嚟了后，咱拿加刀甲加落来。那加好了后呢，咱来进行雕刻。要哪雕刻呢？恁敢有看过咱三义木雕，人咧刻木啊迄种迄种雕刻刀啊？其实嘛是甲咱布袋戏咧雕刻是同款的刀啊。
啊，阮皮仔戏嘛是安尼一站一刀一刀安尼，豆豆站豆豆站站出来。那站出来了后呢，伊就会变成亲像安尼。就变成安尼啊啦。是，咱大家看嘛，对啊。嘿，所以这是你家己做的，这是阮阿伯做的。啊，你会晓袂？我会晓，但是我无遐水。这是我阿伯张兴国老师伊所雕刻的，伊今年已经要将近80啊。哇！哎，啊，伊即马呢，大部分拢是伫半退休的状况。阿伯呢，伊即马拢是伫后场人员较侪。啊，即马呢，前场就是由我因孙啊，张信宏来个外口面来甲个讲解这个皮仔戏。老师，你说雕刻的花啊，其实足油呢，若是无小心啊，甲伊刻断去啊，要安怎？啊，无小心你就顶来啊！啊，伊那配就无效啊。你站断去就是无效啊，所以阮咧雕刻的时阵哦，伊爱用上油的所在。你看迄线红啊，堆上油、最细腻的所在开始雕刻。最细腻，所以这个最细腻在倒位？对，斜杠才开始雕刻。哦。因为这刻起来有当时啊大细坑。嘿，咱只要收好了后，才来豆豆收花。因为花若无细意，咱站歪伊。其实花伊的图腾伊是不规则，所以若正实起哩，咱看无啥有。啊，你有看到无？伊的关节处啊，拢有白色的丝啊，白色的细棉绳甲添起来。嘿，啊，所以呢，你就会发觉到，伊是一细地一细地的牛皮甲组起来。那么呢，即摆雕刻完了后呢，咱就来进行假色、上色。嘿，啊，要怎食呢？哦，咱用2-3克的印泥粉。来拿生醋，啊，咱食色去了后，生醋呢，伊个会当甲印泥粉哦带去牛皮内底，所以你这身红啊，若食色食好了后，你若无捌着水，无捌着火，伊会当保存上百年的拢无问题。加小可退色尔，是就是安尼。你有看到无？这为什么有一个坑？关这个坑呢，就是要来装咱的红啊猪。咱的操作感，来，咱大家小看一个身躯这支啊，叫做主肌，手咧，这支叫做副肌，主肌甲副肌。阮的红啊，因为伊的目睭也刻好啊，喙嘛刻好啊，伊拢袂讲话袂念，安尼要安怎呢？要安怎？伊的所有喜怒哀乐是由这个手来呈现。迄长无洗头，啊头真尖。啊，我若要爱坐咧，伊就安尼就甲坐落咯。啊，要爱跪落面啊，啊，就向前安尼甲跪。啊，美人咧？美人伊就安尼美，咱咧这线红啊呢，伊是属于传统的装法，等于讲是固定的装法。伊永远会当面向倒边，伊无法度滑向。伊伫雾中，当会当安尼爬起来，向前行，啊无就倒仔去行，安尼是咪足歹看？所以呢，阮阿伯就甲发明讲，红啊会当滑身咯。啊，要咱滑身呢，咱伫后一个红啊，会甲大家介绍。啊，即马要来介绍，什么叫做转身舞？伊会当滑身的红啊。这个嘛是由阮阿伯张兴国老师伊所改出来，因为大家有发觉到伊的红仔猪，这是白体啊更上咧拗，啊这无当买嘛是爱家己拗，家己夹片子啊豆豆拗，拗了后用阿鲁孔啊点起来，这，那要转身呢？阮这个副机啊来射过红仔头，射过来。伊就滑过来了。发生啥物代志？唔知吗？咱搁看一遍，伊搁射转来，伊搁射转来。哇！后壁迄主机。为什么爱射对头呢？是因为啊，咱台湾的皮仔戏啊，咱的电火大部分拢伫刀仔顶。啊，因为咱下骹有电火，你若射按下骹落，就去弄着电火咯。咱因为电火伫下骹，咱无法度对下骹射，咱只好射顶关面。射过来。所以你迄个机关是伫迄个主机迄边。主机甲副机拢有小机关。啊，伊要行路呢，小段咧行路要向前，手画一个半圆形。安尼。豆豆行，你袂当画伤紧哦。你画伤紧了后，伊会出成火车咧行。
停停停停停！所以你就爱豆豆啊画哪慢哪顺。你试看，啊，你安尼画过来。无简单来的我变火车哦。来，首先啊，咱手向前画一个半圆形。半圆形。啊，豆豆行，等较慢嘞，火车要来啊！等姐啦，姐姐啊，你等姐啦，等姐，哎呦。啊，要弯呢，就是腹肌洗过头。洗过头。哦。啊，你洗过了，你的主肌你红啊一定爱停，你唔通洗过了才拍落。哦，你拄只翘骨呢？对，洗过了就是停的。啊，等姐，我有物件无买，等你。好 ，OK。你去帮我买，好，我过来。厝来见，拜拜。你的手倒直咯。你那变安尼？我手那边呢？安怎因为你转来？身躯洗有过，但是你手洗无过，所以手就会变倒直。嘿，你安尼手就洗过了，嘿。啊，无你洗一个身尔，手就手绕掉。歹看，这就是女蛋，伊就是像安尼，啊，包括伊的转身蚵，就是安尼来操作的。啊，佮刷落来呢，要来介绍的是咱的母星，你甲看，伊比小蛋这个转身蚵，较难。为什么较难呢？因为母星伊是专门咧烧拍咧，对，咧打斗咧用的。伊包括身躯的构造嘛无共款，伊是两片骹，一片身躯，就甲斗起来。而且母星的蒸发，打这个主题内底面，伊就有3个小机关。第一，卡榫，第一个卡榫控制哪会？控制这身红啊，伊会当前空翻甲后空翻。第一个卡榫。那第二个卡榫呢，就是这个主机，伊的手是来带动这个固定的手的。所以你当这个主机有无？你甲当，伊手就动咯。那第三个卡榫的所在，就是这个活动的手。这个活动的手要创哪会呢？就是要举伊的金箍棒，伊的武器咧用。是。所以阮的金箍棒，伊是插伫活动的这个手，唔是插伫固定的这个手。啊，伊要哪行路呢？来，阮咧做戏的时阵啊，甲布地老师共款，拢有块走马仔棒。啊，阮咧红仔要哪行路？向迄块走马仔棒向前踏的，骹就跨出去。跨出去呢，这就是亲像是咱人的弓箭步共款。要哪行路呢？跳起来，放落；跳起来，放落；跳起来，放落。啊，所以啊，对这边行过呢，就是安尼。先屈咧，跳起来，刷一个，跳起来，刷一个，刷一个，刷一个，安尼行过。你行看。向前踏出去，踏出去，踏下骹的棒，嘿，踏出去，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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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手快快。嘿，对，哇，像我类似利用迄个摆荡迄个原理。你用劈腿呢？对，哎，前空翻，安尼刷过来。刷过，后空翻，刷到转来，是，哎呀，要连续后空翻的，安尼一直蹬，安尼就好咯。安尼有厉害哦，厉害。这就是咱红仔的基本动作啦，基本动作就是安尼。那个这几年来啦，阮剧团啊，发觉到讲。你要行传统的路会使，但是你必须爱去行无同款创新的路去行。所以这2-3年以来啊，我咧带领之下呢，阮剧团最近这2-3年拢加一寡现代剧场来用皮仔戏来结合现代演员，来做一个跨界演出，来呈现，也甲迄个野台戏的皮仔戏搬入剧场。更加互亲子来熟悉阮这个传统的皮仔戏，所以一步一步来，但是我也相信皮仔戏总有一天伊嘛是会发扬光大。谢谢。
两边老师的介绍啊，拢足精彩嘛，互人足感动的。但是头拄的表演，恁敢看有够开？无够。嘿啦，绝对无够的。所以老师即马就爱，互你先来表演你的加分题哦。好，你若是要招芭蕉扇，迄就是 impossible 啦，impossible。哦，你就莫怪咱老孙的无客气啊！哎呀！精彩哦！哎手，哇，过三！哎咻！哇，精彩！今仔日拼台，今仔日拼台。你哪有看戏哦？来，开始！哦哟，哦，飞出去。对。奇怪，这个小妖精的报告至今未见消息，无咱老孙的只甲你等一下，拍到看前锋剑，哎呀，嫂嫂请助手，煮了未见效，什么人是咧嫂嫂啊？哈，尊府牛魔王牛大哥，一旦咱老孙的是换贴，阮是七兄弟之亲，明知讲公主啊叫阮牛大哥做某。我唔敢叫你嫂嫂尊称，你这死拍狗！既然讲兄弟之亲，你就不应该陷害我儿啊！嘿，玲珑是谁啊？我的囝儿是火云洞，声扬大王红孩儿，也无故来被你陷害，我真烦恼找袂到你，想不到你就主动送上门来，使你自找死路，拍狗卖走！小嫂，稍等下，嘿嘿。第二红孩儿为着掠阮师父呢，被观世音菩萨收去南海，做了善财童子，正好修成正果。你无感谢咱老孙呢，是何道理啊？唔管你啊，死拍狗！你若是要招芭蕉扇，迄就是 impossible 啦。嫂嫂啊，你是咧讲什么话？我来听无。English 啦 ，impossible。安尼哦，这尔有文化。那安尼 impossible 呢？你就莫怪咱老孙呢无客气啊！OK， 感谢各位，谢谢。精彩哦！做一个拍出去呢。后边伊台要搁开始啊！今仔日拼台，来，继续。哎呦，拄食这皮膏鱼，今晚要来看布袋戏啊！话讲到水五段，武雄拍虎，在景阳冈山顶，明火出牙。明火落山，大海。哎呦，就拍。哎呦哦！哎呦呀！这多困真是的快。对，皮咧揪啦，皮咧揪。关老爷有打出故事，若会当拍死这只明虎，毋但有赏金通领，也阁有歌通做，来到景阳冈准备拍虎，恁大家啊，
等下准备只老虎沙西米配老虎火锅，哎呦！哇，这个人。哎咻！哎呦哎哎哎！加掉！哎呦！哎呦！哎呦，妈咪喂！还我！耶！一棍打落天平湾，两脚打破绿地霜，论错怕霜，霜怕热，恶人自会有，恶人当。来到景阳宫，准备前往清河关拜访哥哥嫂嫂，救人哦！哎呀，危险！哎呦！哇！哎呦！哎呦！哦，过山！哎呀，切的，白一大。哇！这下你走袂去啊！你！啊！谢你！惭愧。哎呀！哇！赢！哇！怕赢！哦！谢谢。哇！精彩！感谢。哇！就好快！来，大家这合作。来，拄啊，咱看到足兴奋，阿洪老师嘛伫咧叮当嘛咧炒蚵呢。对啊，今仔日吼，咱算这是拼台呢，是不是安尼？哎，这拼关赛。对，你感觉倒一边你看了？两个拢足厉害，一个《西游记》，一个《水滸传》，拢古册厉害。嘿，拢足传统的，拢上精彩的，拢搬出来互咱看。今仔日吼，咱这袂使拍分数啊啦。拍分数免投票啊。咱无迄个资格，咱是要来投票拜托的。这两个拢是国宝呢。国宝级的呢，拢是200年的呢。今仔来吼，观众朋友恁趁着啊啦。拍无够，暗时搁有重播啦。啊，若是搁看无够，要安怎要看对啊？要安怎要看对，要看短台去台湾的频道吼，咱的节目当弟兄，多谢两位大老师。谢谢。两个拢是赢家啦。对，就个团队啦。观众朋友，你若是有出名的故事，欢迎来海海导览城市报名，讲互大家听。啊，咱后集来上会哦，多谢国宝，多谢大家。谢谢。